大家好，今期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近期在電影院再度上映加長版嘅《破地獄》。不過我唔係介紹呢部電影，或者係講解呢部電影嘅內容，我要分享嘅係關於破地獄呢個超度儀式。承辦喪禮分別有道教、佛教，仲有其他宗教信仰嘅，而破地獄就係道教舉辦喪禮人民口中嘅打齋裏邊嘅一個超度儀式之一。破地獄在道教法事中係最重要嘅一種儀式。道教認為人一旦死後，靈魂就會落入地獄，需要進行呢個破地獄嘅儀式來超度佢，才可以從地獄得到解脫。相傳破地獄源於民間傳說目連救母嘅故事。話說目連羅漢因見木母在地獄受苦，不忍心睇到母親受苦，請求於釋迦佛，而得到釋迦佛嘅幫助，進入地獄，以禪杖打破地獄門，救出地獄中亡母嘅靈魂。在道教嘅成佛觀中，有一句名言係咁樣嘅：前人惹禍，後人遭殃；前人積善，後人享福。一場法事嘅功德，即係拯救剛離世嘅亡者，清除祖先嘅罪業。道教中嘅九幽地獄通常被認為係地府嘅9個唔同層次，每一層都有唔同嘅罪惡同懲罰，審判先人是否犯過罪業。九幽地獄以上層到底層，懲罰程度逐漸加重，代表唔同程度嘅罪惡。最底層被視為最嚴厲嘅懲罰所在。破地獄嘅意義就係帶領先人從9層地獄嘅束綁脫離出嚟，得以安息。在破地獄法事過程中，大家所見身手了得嘅喃嘸師傅揮動桃木劍同或者係鐵劍，作穿補及破瓦等動作，擔當住引導亡者嘅角色。而放置中間嘅小火盤及盤上圍放9塊瓦片，則係代表熱火及九幽地獄。在完成破地獄嘅過程中，亡者要遊10殿，讓佢們接受10殿閻王嘅審判，同時希望亡者眼見地獄之苦，能覺悟放下塵世執着。最後，亡者將沐浴更衣，通過象徵金銀橋同自質橋梁，邁向輪迴之路。在早期嘅破地獄儀式，多數都係用符咒語，如原始五路譯書玉片真文天書經卷下錄有破地獄嘅真符、破地獄嘅真咒，都需運用拆杖等法器。如今嘅破地獄儀式雖然隨住口傳承同地緣因素而有好多唔同之處，但係都異曲同工。如今破地獄已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其實香港、馬來西亞同新加坡一帶主要同屬道派係正一派，各道教儀式相似。今日我哋就嚟聽聽馬來西亞70幾歲嘅老道士胡漢傑解釋有關新馬一帶嘅破地獄儀式同文化。胡漢傑道士話，道教有4000年歷史，至今分為81忌流，其中最為有名嘅2大道派係中國廣西省龍虎山嘅正一派同武當山嘅全真派啦。馬來西亞、新加坡同香港同一忌流，都係正一派嘅廣東派系。仲連經文同咒語都係廣東嘅語言，而中國道教目前發展主要係華語為主，根據語言再分幾流。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同越南等保留住傳承道教比中國完整，主要係中國文革時期停止發展了20年，造成好多道教資料失傳。與此同時，100幾年前好多中國人逃難嚟到新馬一帶，都帶住道教文化書籍及經文到嚟，得以保留同傳承珍貴嘅道教書籍。道教中好多道法經文及咒語都係以口傳方式傳承。在新馬一帶至少100幾年歷史，呢啲中國道士在新馬一帶落地生根，就為當地人處理法事儀式，就咁樣一代傳一代至今啦。根據胡漢傑道士所講，目前新馬一帶大概有100多名正一派正式道士，同30年前大約300名道士人數相比，人數大幅度下降。在馬來西亞，一場破地獄嘅法事需要用到啲咩嘢工具同儀式過程呢？已經有55年處理道教法事經驗嘅胡漢傑道士，曾進行1000幾場破地獄法事，係最適合講解大馬老道士之一。一場破地獄法事基本需要嘅工具有道劍、地獄繩、咒語同道經文。地獄繩根據
據地緣性同因道士處理方式而有唔同嘅形象，主要係以鐵片做成。人們在破地獄儀式中睇到嘅係火坑，其實就係模型地獄嘅地獄城。城內擠放9粒鴨蛋或者雞蛋，代表九幽地府；城外儲放舊屋瓦，儀式時打破屋瓦，代表打破地獄門嘅意思。九幽真經過後誦經道教咒語，即可打開地獄門。接住落嚟就係招魂同誦念經文同咒語超度亡魂。人民生前做錯事在地府受罰，道士就破地獄救佢出嚟，幫佢贖罪。道士在法事中跳過火坑，意思就係從地府拯救佢哋出嚟。咁樣有咩人需要破地獄呢？或者係咩情況下需要破地獄？通常嘅情況下，若亡者年輕逝世、意外身亡、自殺，佢哋嘅屋企人通常都會進行破地獄儀式。如果亡者年紀高亞而自然離世，則無需進行呢個儀式。但係其實仲有另外一個講法，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一生中總會犯錯，因此任何亡者都可以進行破地獄儀式以作超度。胡漢傑師傅話，在馬來西亞，一般在死者去世後嘅37，只係第21日，或者係77，只係第749日，或者係第100日，或者係對聯，只係1年啦。3年後做功德時進行破地獄儀式，但係破地獄儀式係另外進行嘅儀式嘅意思係需要另外付費，所以好多人因經濟原因而唔進行呢個儀式。咁大家睇到道士在法會上跑嚟跑去，呢個又到底係乜嘢意思呢？南無師父解話，原來呢個係尋找亡魂，但道士如何知曉亡魂在哪裏呢？就係通過招魂幡啊！呢個招魂幡就係關鍵。南無師父話，招魂幡書寫住逝世者嘅名字同時辰八字，在某種力量幫助招魂。但係信不信就由你啦。南無師父話，因尋找亡魂而需要跳又要跑，呢個情況下成日俾人哋認為係扮鬼扮馬。南無師父胡漢傑就話，道士係在追隨住某種力量，有時候甚至係手持嘅帆布被某種力量拉扯而走向其他方向，難辨真假，只有信或者係唔信，呢啲都係冇辦法解釋嘅情況或者係力量。道劍傳承至少100幾年了，破地獄時需要嘅道劍係由胡漢傑嘅叔公開始傳承落嚟，傳俾胡漢傑嘅父親，再傳俾胡漢傑。胡漢傑嘅父親在少年時就開始向其叔公學道，父親到了80幾歲才封劍。我嘅叔公在中國係一名道士，佢當初從中國南下都係帶住呢把刀劍，最後在大馬落地生根。胡漢傑就話佢從來未見過呢名叔公對刀劍嘅出處而無法知曉。整個破地獄嘅過程大概需要40分鐘，當中就有25分鐘係南無師父在跳同跑尋找亡魂，係一場非常消耗體力嘅法事。基於破地獄儀式需要氣魄，年事已高嘅胡漢傑已經冇辦法好似年輕時咁又跑又跳在火坑附近，所以在73歲嘅時候宣布封劍，從此不再處理破地獄嘅法事。身為俗家道士，佢在封劍後嘅日子保持修行，從胡漢傑嘅叔公輩開始，在馬來西亞做法事超度亡魂，傳了3代，至第4代，冇後輩願意接受，佢嘅孩子唔願意加入道士行列，但係有其他人前來拜師，佢就收下一啲徒弟，而徒弟學習道教經文同處理法事，希望傳承叔公同父親嘅衣缽。胡漢傑2023年封劍後收了3個徒弟，其中2個大概係30幾歲，一個在大學升讀宗教系，另一個年輕徒弟嘅父親都係道士，因此向老道士胡漢傑學習同修行。最後一名徒弟則係60幾歲嘅徒弟啦。胡漢傑自從18歲開始道術至73歲封劍，睇住破地獄嘅價錢在過去數十年不斷飆升。大概20年前，在吉隆坡一場破地獄嘅法事收費就已經上萬令億啦，而家收費翻倍。不過在大馬其他地區收費就會比較廉價啲，數千令億即可完成破地獄嘅儀式。咁樣是否只有道士才有資格進行破地獄嘅儀式呢？胡漢傑道士認為，只有足夠嘅修行，誰都有資格進行呢個道教儀式。
只要熟悉道教經文同咒語，就可以處理破地獄儀式。道教經文包括黃寶殿、五爐油燈啦、生辰疊照、九幽燈、解天元、禮斗等道教咒語代代傳承。至於道教咒語胡漢傑子，呢個係叔公輩開始口傳方式傳承落嚟嘅，呢個都係道教4000幾年嚟傳承嘅方式。所有道教書籍幾乎都係手抄本，佢嘅叔公同父親都係自己記錄落嚟，容易傳承。胡漢傑道士就話啦：信則有，不信則無。你相信佢嘅存在，佢就存在；你唔相信佢嘅存在，佢就唔存在。對於佢嚟講，鬼魂如同空氣，無色無相，無處不在。雖然破地獄嘅容易係超度亡魂，但係都帶俾在世嘅親人更多嘅係失去親人嘅心靈慰問。傳統嘅方式表達對已故嘅親人嘅愛同懷念。入夜後比較容易招魂。胡漢傑緩緩道出陰安陽樂4個字嘅意思係救了陰人平安，就保佑陽人快樂。好多時候在道士完成破地獄儀式後，逝者家人會開心拍手掌，嗰一刻係家人失去親人後得到安慰嘅表現。據講破地獄法事沒有固定嘅時間同地點，一般最好係在平地，因為又要跑又要跳，同埋地下唔可以滑。大多數在天黑後進行破地獄，點解呢？因為最適合嘅時間就係晚上8至9點進行，呢個時間點比較容易招到魂啦。現代社會嘅人要求簡單辦事，亦都好多人唔了解破地獄，因此近年嚟極少人要求在喪禮進行破地獄。不過胡漢傑道士話依然相信破地獄唔會實存。胡漢傑道士話：我哋道士都要跟隨潮流，如何做一啲轉變，簡單化一啲原本繁複嘅儀式流程，讓家屬可以更加多嘅時間休息啦，唔需要又跑又跳。但佢認為，在簡化法事儀式嘅同時，道士需要誦經更多道經文嚟填補不足之處。道士人數方面都比以前少，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道教儀式，尤其是需要好好嘅體力。好多老了冇辦法跑跳，年輕人又唔願意接受衣缽。雖然時代變遷，我深信破地獄嘅儀式仲係會存在嘅。我哋堅持超度亡魂嘅使命，呢個就係胡漢傑道士嘅心聲啦。而家我就嚟分享一下我哋馬來西亞，因為我居住在怡保，所以我就講解一下關於怡保嘅喪禮啦。咁怡保一般就比較少高樓大廈或者係公寓，所以如果承辦一場喪禮，都會在家外邊搭起鐵棚。我屋企就舉辦過3次葬禮，第一次係我最大嘅妹妹，佢在20幾年前因為在一場交通意外事件去世嘅。接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哋全家人幾乎崩潰，尤其是媽媽，從發生事故後一直都以淚洗面。細妹妹們雖然佢哋都仲係細，但係都知道生離死別嘅痛。而馬來西亞傳統嘅喪禮，由於白頭人送黑頭人，所以喪禮就以簡單念經為主。而第2次嘅就係我嘅阿嫲。阿嫲去世嘅時候呢，我咁啱仲喺外邊工作，所以當時係妹妹通知我關於阿嫲去世嘅消息，我就買車票回到怡保嘅當晚，阿嫲嘅打齋儀式就開始啦。阿嫲過身嘅時候年紀雖然大概係80歲，但係我嘅印象中，南無師傅好似有幫我阿嫲做呢個破地獄嘅儀式，因為印象實在係比較模糊，都10幾年前啦，所以我嘅印象中就係好似隱隱約約記得師傅在做某一個超度儀式嘅時候，中間有一堆火，師傅就向嗰度灑劍法，而且仲有某一啲儀式就係我哋屋企人一齊跟住師傅後邊轉圈跑啊跑啊跳啊跳啊，好似隱約係記得係咁好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事就係大概晚上9點幾過後，我忽然感覺到非常寒冷，就好似成個人向雪櫃入邊一樣。如果大家熟悉馬來西亞嘅氣候嘅話，應該知道唔太可能馬來西亞會有咁嘅溫度，
後嚟同表姐妹們講起，原來當晚佢哋同樣都有咁嘅感覺，原來係整個環境都係寒冷嘅。而在踏正晚上12點正，師傅就在路中間嘅十字路口，把要燒俾阿嫲嘅祭品放喺嗰邊，然後叫我哋喺祭品嘅嗰度圍住一個圈，而我哋手上仲攞住一條木棍添。當師傅開始燒祭品嘅時候，我哋就開始用木棍敲打地上。咁樣做嘅用意係以防嗰啲孤魂野鬼嚟搶祭品。燒完祭品後，咁我哋自然就翻屋企啦。嗰個時候我仲啱啱好同爸爸行喺一齊，爸爸就忽然問我，在燒祭品嘅時候有冇睇到好多黑影響度搶嘢？就回答爸爸：咦，冇喎。跟住爸爸就講佢又睇到好多黑影響度搲下搲下咁。當爸爸講完呢句之後，我就忽然之間聞到一陣好濃嘅腐屍味。我就同爸爸講：爸爸唔好講，我哋翻屋企吧。OK，第3次嘅葬禮就係我外婆噶啦，因為當時係舅父們負責打點一切啦，而外婆嘅葬禮都係非常簡單嘅念經儀式。以上就係我同大家分享關於呢個破地獄嘅道教超度儀式啦，希望大家喜歡啦。呢個世界無奇不有，不過都係要抱住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係信不信就由你啦。我哋下期見。